台湾棒球队等来到桃园机场的时候，有免税店人员前日来抢要翕相损害机场形象，也封盖卡道，机场决定加罚100万。奥运无胜区金牌林柏廷这回参加世界军总的比赛，又搁因为性别，互人质疑参赛的资格，教练决定退赛，表示抗议。以色列甲黎巴嫩11月27开始正式停火，以色列爱伫60天内退出黎巴嫩，真主党也爱退到离边境40公里远的所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7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世界12强棒球赛，咱台湾队是摕到金牌。也毋过，当来到桃园机场的时阵，所有一批穿黄衫的免税店的人员，家己捡布条，进入去到这球队内底，想要来翕相，引起社会的议论。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讲，这免税店彩明公司行为不当，毋但是损害到机场的形象。也封盖着卡路，落尾桃园机场是决定要甲罚100万。中华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拿下冠军，未少球迷离国到桃园机场迎接球员胜利返来。无想到穿黄色顶衫的彩明免税店员工，雄雄冲到副总统萧美琴的边仔来做伙翕相，要求家己公司的布条宣传，引发网友批评黄金之乱。对此，立委质疑或者萧美琴为安的国安特勤人员有所失。彩蒙这个乱入的时候呢，我们国安人员居然是没有任何的作为。管制区内相形简单很多，就是维安的状况比较单纯，所以就出了这个疏漏。黄衣服的人甚至转头过来吼我们的维安人员，叫你们退后。那难道我们的维安人员就是特勤人员说一个大妈叫你退后你就退后了吗？你刚提的这段我没看到，但是我们维安人员都在旁边。另外，有立委批评，投机公司无做好事前有限的演练，要求3天内交出检讨报告。交通部长陈世凯讲，彩明公司无机会同意就家己走入去翕相，唔但影响投机公司的形象，也影响整个机场的运作，会追究责任来开罚。国家的运动员不是让特定的公司拿来当做宣传的工具或者是道具，所以我们要求淘机公司要立即做检讨。惩罚性的一个罚款，是可以处以20万到100万这样子的一个罚款。那我们这个部分初步检讨，我们会以最高金额100万来处罚。红点名的彩明公司是发本现实的，也毋过网友冤真生气，伫网络上发动抵制。也若彩明公司27时搁再发声明强调，会捐出3000万块，转数来正税，为期5年，培育台湾青少年棒球发展的经济计划基金。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这世棒摕到冠军以外，咱伫个 U12亚洲少棒锦标赛这表现嘛真好。今仔日咱是对着中国队以16-0共赢对方，比赛是提早伫个第4局就来结束啊。明仔载咱要对着日本来争取冠军战的门票。讲到真大力，讲出外野的安打，全场是跳甲一直休，选手轮流起立，直到一直讲出好球。外国手臂的状态同款顶真悬的水准，投手嘛强势压制，一直持赢三胜，不互对手有任何机会。每一场球赛我们认真努力去打，这样就很好。台湾小将去到日本出战 U12亚洲少棒锦标赛，一路过关。复赛第一战27对决中国，以16-0完封对手，而且比赛搁敢若拍4局就提前结束。在实力伯仲之间的这个台日韩3队。对战中谁能够掌握到的进攻契机的话，那谁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增。复赛后一场的对手是强棒地主日本，一场台日大战搁要开始啊！教练嘛到球场来争取记录各国的比赛，希望帮助台湾国际赛搁一摆摕冠军。尤其伫个12强的经典赛了后，野球人才的培训嘛引起讨论。我们很感动的是他自己的主动积极。其实场由江坤宇、林玉明等人，拢是细汉囡仔的时阵就投入野球训练。汤圆嘛第一个出声，宣布投入1000万成立野球天赛基金。高雄嘛拍算明年增编1500万的预算来补助3级野球，但是具体应该安怎做，才会当让国内野球的发展变得更较好。日本，你看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你看他高中就有将近2000多队了，
那台湾才是有多少队？我们把这个面能够做大一点，国小开始就慢慢的给他们基础的养成，慢慢的一步步的这样上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偏远学校的学生，偏远地区的学校，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们天龙国的学校应该有很多的经费，那就一直不断的可能被拒绝。以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现在是纯棒球的学校，可是我们专任教练只有1位，真的不足。来看目前的困境，有经费无够、募款困难、企业的赞助少、欠专职教练等等。对大方向去看，嘛有球队的数量无够侪的状况，更有学校讲到运动科学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应该是停留在所有我们数据的收集跟分析。在应用的部分，我们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要培育出更较侪优秀的野球国手，对师资、金源、科技设备敢唔普及？目前看起来，伫真侪层面拢阁有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搁来看这芭蕾奥运保胜区的金牌林旭婷，伊这回是来参加世界群总的比赛，不过又搁因为性别，互主办单位来质疑伊的参赛资格。教练詹志强落尾是决定要来退赛，表示抗议。体育署回应讲，其实这个世界群总去年才拄成立，运作还无够周至，所以会安排医师甲主办单位来开会，协助设立合理的参赛规范。小米内底木胜区团队比大埔讲，台湾查某囝芭蕾奥运女子木胜区金牌选手林玉婷去英国备战世界群总年终赛。这是伊伫奥运摕到金牌了后头一场国际赛。林玉婷伫面册写，无论对手是谁，拢会尽全力。毋过无想到，佫卷入性别的争议，互主办单位世界群总质疑参赛资格。教练詹志强避免林玉婷二次伤害，决定主动退赛抗议。曾教练。在衡量各种的情况底下，为了保护我们医疗的资讯，那么也避免造成无谓的讨论，决定要退出这种的比赛。需要的时候，透过法律的协助，来保障参与接下来的所有国际比赛的各种的权利。导演提供林玉婷是奥运女子木胜区金牌得主，唔免怀疑。对于主动退赛感觉遗憾，体育署预判可能发生的状况。这届指派副署长方瑞文、中华奥会副指官陈怡安，也甲木胜区协会秘书长偏俊明对团主动协助。林玉婷嘛同意伫当地接受医疗检查，不过也是无互世界群众接受。世界拳击总会的医疗委员会也缺乏资讯保密的程序。可以保障我方递交林玉婷她完整的医疗资讯哦，我们就是希望派出我们的医疗委员哦，林英洲医师主动跟世界拳击总会医疗委员会做面对面的对谈，拟定合理的参赛规范。林玉婷较早对抗国际群众霸凌，即马佫面临世界群众质疑性别。电视中表示，世界群众去年才成立，法规程序无完善，医疗资讯保密的程序还未做到位。教练认为无法度保障林玉婷的权益，调解立委爱政府应该协助找出国际运动仲裁机制。在协助选手遇到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必须要诉求国际运动仲裁机制，为选手争取相关权益。今天世界拳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一次其他的杯赛会不会也用如此的方式来做刁难？外界烦恼是不是会影响林玉婷国际比赛资格，包含2028年奥运比赛的权利。体育署表示会安排拳击协会医疗委员会林英洲医师加世界群众医疗委员会面谈，协助拟定类控制度，保障选手参赛资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今仔日公开提出2项条件，讲咱台湾若准取消禁团令，就会解除两化人员的这个限制，因就来研究扩大中国旅客来到台湾旅游的可能性。咱的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认为，讲目前这两化观光呢是去的多，来的颠倒是较少，所以是中国限制较侪。两化旅游还未解决，进前中国开放福建居民来金门、甲马祖佚佗。中国国台办27号公开提出2个条件，包括台湾取消禁团令，搁剔除对两化人民来往甲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禁限令。到时阵就会研究扩大中国旅客来台湾本岛甲澎湖佚佗。只要民进党当局取消禁团令，我们将在恢复大陆居民赴马祖、金门旅游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现在还是去的多来的少。那相对起来，其实台湾对于观光旅游方面的限制，其实相对是相当少的。中国大陆那边对于观光方面用政治上面的干扰跟限制相当的多。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解禁，可以让他们观光客来台湾。台湾其实都相当的欢迎。陈世凯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台湾去中国的旅客应该有超过200多万人次。中国来台湾的旅客煞敢若20-30万人，呼吁中国赶紧解禁，让观光客来台湾。两岸关系正紧张，外界嘛伫关心今年的双城论坛敢会停办。不过即马有机会，传出双城论坛上可能的举办时间是12月16至18，不过时间还未做最后的确认。双城好，两岸好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认为一定要办，所以我们有信心今年可以举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呢，我们都持续的在规划协商当中。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尽快来对外说明。两岸的大环境越是困难的情况底下，就更需要对话跟交流。根据了解，上海市政府最近送出代表团名单，市政府已经送名单陆续向陆委会申请。若是来台湾的专辑，今年上海市政府可能会派副市长花园带团出席伫台北举办的双城论坛。不过嘛，传出双方也伫安排，有可能用视讯的方式，和蒋万安甲上海市长景静用视讯的方式共台。记者综合报道。纪录片国有器官是咧讲中国甲人摕器官的代志，毋过呢，这鸦片伫咧台湾放送了后，煞接到炸弹的恐吓，对电影影园到文化部拢受到威胁。国安局是来分析讲，这中国就是看海咧限制咱的自由。台湾人若准互人锁定是台独，要去一寡立场较我中国的国家，一定得爱搁较犀利。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纪录片国有器官内面讲到中共的高官把外人的器官，无想到讲伫台湾播映了影城和网军攻击，受到恐吓诱惊，讲有伫咧影城内面放炸弹，被组织因放纪录片。就连中华县议会甲高雄市议会、文化部拢受害。刑事局有接到28件恐吓案件，以高雄市7件上罪。初步研判，嫌犯成境外跳板的手法来犯案。透过14个国家的跳板跳再到我们这边来，那这个包括这一次包括有14个机构，公部门还有私部门的机构，有接到这些邮件。国内被恐吓的这样事件是不知道是来自于哪里。目前我们还在厘清。针对网络攻击的幕后首脑是个人的行为，也是中共政权伫咧操作，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但是国安局分析，中共对台湾的长手管辖，伫台湾内部营造反独促统。你会关心，若是个人被列做台独分子名单内面，中共是不是透过长手管辖伫国外掠人，搁再由亲中的国家协助引渡？引渡是有前提的哈，必须是司法犯罪。像政治犯，他们是不引渡的哈，有在排除条款。当然有些是比较亲中国家哈，这个是比较有风险性的。李伟问讲，中共是毋是有伫台湾监控个人？张万斌表示，有掌握到中共是要发展组织，也个协力者伫台湾有资料的行为，各项单位有继续伫咧收集相关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中国国防部长党军最近就是因为贪污的问题，当咧接受调查。也毋过，这中国是拢无讲明，若准这是事实，这党军就会是连续第3位现任也是前任受到相关调查的国防部长。现年63岁，党军伫中国解放军海军单位任职真久啊。2021年升任海军司令员，2023年底接替因为贪污遭到免职甲调查的李尚福，成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一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依照中国党政军的惯例，国防部长同时具备国务委员，也有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不过，党军一直无得到提名进入中央军委会。金融时报指出，这互外界对一开始就对这位海军上将伫党政军界地位是有所质疑。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国防部长毋是解放军的权力核心，反倒当时较亲像解放军游走国际间的看板的人物。亲像党军就捌伫2004年6月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并且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一个闭门的会谈。我们认为，两军之间正因为有分歧，所以才要多交流。
即使道不同，也不能搞对抗。关键是要坚持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找到两军正确的相处之道。不过，随后美国对6月到10月中间一摆来公布对台湾的军售案，包含 F-16战机的相关装备甲零件，要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西讲进前伫辽国举行的东南亚国防部长会议，党军是过坐到奥斯汀见面。无到1礼拜了后，就传出党军因为贪污的问题遭到调查。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以色列甲黎巴嫩总算伫个美国甲法国的调解之下，11月27开始正式来停火。咱先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除了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以外，也阁有加沙地区的这个哈马斯是时不时拢会来扰乱。那个扩大来看，咱看叙利亚、伊拉克，甚至是伊朗，因拢随时有可能对以色列来发动攻击。这回停火对以色列来讲是会当留啊喘一口气。这协议内底阁讲。以色列爱伫60天内退出黎巴嫩，另外呢，真主党嘛爱退到离边境40公里远的所在。以色列若准阁受到威胁，是有权利会当发动攻击的。以色列甲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已经进入13个月。伫美国甲法国强力协商之下，这边下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以色列甲真主党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伫当地时间27透早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早10点正式生效。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ir governments have accepted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to end the devastating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Oui, l'accord qui vient d'être signé montre la voie d'un courage politique qui seul peut donner à tous au Moyen-Orient la paix et la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2日证实，以色列安全内阁以10-1的票数通过停火协议。因若同意停火原因是要互以色列全力来对付伊朗，补充伊军的军事力量甲装备，同时互哈马斯伫加沙孤立无援助。真主党无度继续甲哈马斯斗阵作战。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应就停止敌对的行动。伫线来60天内底，以色列一步一步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因若真主党武装分子会撤离边境大约40公里。了会有5000名的黎巴嫩军队部署伫南部边界。不过，美国甲以色列拢强调，一旦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保留伫黎巴嫩行动的权利。בשנה האחרונה הפכנו את הקערה על פיה. הותקפנו ב7 חזיתות והשבנו מלחמה שערה. אנחנו משנים את פני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双方停火后，大伫边境的百姓拢放松落来。不过，就在以色列安全内阁要开会讨论批准甲真主党的停火协议进前，以色列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人口真侪南部郊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50人受伤。过去13个月冲突造成黎巴嫩大约3800人死亡，16000人受伤。因若即摆以离停火协议的关键。是联合国安理会伫2006年通过第1701号决议，制定伊犁边境的地理分界线，双方拢无无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来跨越。美国官员讲，美法两国会加入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所领导机制，甲黎巴嫩军队合作来防止停火违规。不过，美国未部署作战的部队，因为美方的下一目标就是甲多国来推动加沙停火。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再来看这地理上届少年的总统博瑞克，伊是一直拢咧强调性别平权，也毋过最近呢，煞互人指控有家人性骚扰。有一个女性是讲10多冬进前呢，捌因为这个互博瑞克甲骚扰，对伊提起刑事告诉。毋过针对这项指控，博瑞克的律师是无承认，伊讲总统颠倒是互人骚扰的被害者，捌受到对方20多张的电子批。地理史上上少年，今年38岁的总统博瑞克，最近是陷入防指控性骚扰的风波。一个查某人针对11冬前受到博瑞克性骚扰的代志，向伊提出刑事告诉。检察官讲，受害者已经提供相关资讯，帮助调查进行。这目前是机密案件。La víctima realiza una denuncia en contra del señor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Gabriel Boric Font, quien está como imputado en la causa. Esta causa se encuentra en calidad de desformalizada, con diversas diligencias pendientes. 但是总统博瑞克是否认这项指控，而且伊的律师阁讲，对方才是捌来骚扰总统的惯犯。El presidente rechaza y desmiente categóricamente el contenido de esta denuncia
Y quiero ser yo muy enfático y claro en que este es un caso en que debe enfocarse globalmente. El presidente es víctima de una situación de acoso sistemático a través del envío de correos electrónicos que tiene como evento este año la presentación de esta denuncia. 律师指出讲，博瑞克对2013年7月开始，小连续收到25张的 email， 其中包括对方无经过总统同意，就寄出来私密的相片，但是总统并无和对方建立任何关系，而且一冬后就无搁联络，一直到这摆对方提告，但是伫总统这边提供的讲法，目前并无公开资料证实。过去捌是学运领袖的博瑞克，立场是左派。2014年第一摆踏入政坛，2021年就破败极右派的候选人，以35岁变作第2上少年的总统。博瑞克的作风是真亲民，无爱结连裤带，身躯顶阁赤图，伊是靠打造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左派政策来赢得选民的注意。没想到用性别平权做重点理念的博瑞克，家己所含日性骚扰的风波，加上这个月伫进前，将内政部副部长孟萨夫才因为涉嫌对下骹人性侵害红了，小连在歹代恐加的党创执政党的支持度，嘛对明年的大选造成冲击。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法国东部的城市南色是来举办机器人的展览，这当中有真侪机器人是结合着 AI 人工的智慧，应用伫医疗甲灾难等等的方面。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要互这 AI 机器人完全来适应环境，而且自主甲人类互动，目前也阁有真长的路要行。各种人形机器人等有各种的机器人，互人看甲目睭花一花。有一寡机器人会当做表情，有一寡手镜头会当连卡叮当。伫法国南市举办的这场展览，有30多间企业甲研究机构展出上新研发的机器人，其中有真侪结合 AI 人工智慧，加强机器人甲人类互动，而且应用伫医疗、灾难应变，甚至是家庭的使用。I think with the new AI methods that are now developed in that do image processes, language processing. We're going to see robots that are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our instructions and then translate them into plans, actions. 法国洛林大学英瑞亚中心研究主任艾瓦尔蒂认为，受到去年驱动装置啊，佮有机械电子学的影响，互机器人的研究成本降低。全球的新创公司导致开发机器人的数量增加，伫结合 AI 甲工程学了后，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空间，互机器人会当为环境内底合适做出决策，执行负责的任务。也毋过要互 AI 机器人会当完全自主的适应各种环境，佮有智能的限制。Naturally, in real tim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human, and act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like home. We're very far away from making robots fully autonomou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in such a way. 虽然如此，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等，拢投入数十亿的美金研究 AI 机器人。根据创投公司 Excel 资料显示，如果到2024年年底，美国、欧洲甲以色列的 AI 甲云端公司的融资会达到792亿的美金。嘛，因为 AI 影响人类的生活经济，发新社嘛伫年底进前盘点今年改变全球的5名重要人物，其中就合作 AI 晶片教会回答执行长吴仁勋，130当前创立回答，我靠运算能力比传统比处理器悬真济 GPU 画图处理器这晶片技术，这科技业内底正做全球市值上悬的上市公司。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世界上届长退休的男性是英国人廷尼斯·伍德，伊伫11月25来往生，食到112岁。这个伍德呢，伊出世的迄当也拄好是铁达尼号发生船难的迄当，伊这世人是经历过2摆的世界大战，伊讲家己的生活过了真精彩。英国人士约翰·廷尼斯·伍德，伊的出来人正式已经伫咧25踮英格兰南港当地疗养期过身，享受112岁。伊出来人讲，廷尼斯·伍德活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是互爱甲音乐包围。伊是英超利物浦终身球迷。今年4月，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老的人士，委内瑞拉的男子莫拉，以114岁过身了，就话廷尼斯·伍德成做世界上上长退休的人。John, I'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at the age of 111 years, 222 days old, you are the oldest man. 伊出世迄年，也拄好是铁达尼号沉船迄年。I can remember my first day at school at the age of 5.
It's not much earlier than that, like I can remember. 天尼斯伍德甲 BBC 讲，伊自少年的时阵就真活泼，而且行真侪路。伊甲伊的牵手鲍德温结婚44年，伊的牵手伫1986年过身。而自世界大战结束了，伊伫咧皇家邮政抑个壳牌等公司工作。退休了的生活甲教会互动真接。伊出来人伫声明内面讲，天尼斯伍德人真巧。果断、勇敢，拄到任何危机，拢会当保持冷静。说话方面真厚，而且真厚开讲，即寡拢互伊伫咧二次世界大战踮皇家军队服役时阵有真大的发挥空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